好脏！别妈的，妈给我，别动了您的胎记啊！吵什么呀？歇会儿不好吗？你瞅瞅你这闺女啊，现在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她偷吃苹果，她就偷吃吧，她还死不承认。现在学会撒谎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她该打不该打？春儿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苹果是留给你妈的呀。反正我没吃。好，你还嘴硬是不是？素棉，素棉，妈，什么事儿？你把你的弟弟妹妹都给我叫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春眠不觉晓。素处你也得到。我问你吃了几个？半个。你呢？半个。哎，我吃一个，您看见了？没问你。你呢？半个。你？半个。这就奇怪了，那还应该剩2个呀。啊，傻老大，这怎么着了？这怎么就剩这么1个了呢？啊，你没偷吃的谁吃了？真是。吃个苹果是小事儿，要是撒谎可就是大事情。我们赵家绝不允许任何人说假话，谁要是撒谎让我给查出来，我就把他赶出这个家门，永远不许他回来。说呀！我吃的。哎，你个傻老大，刚才问你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问你为什么呀？反正我妈明天也生了，吃了就吃了。胡说！这是吃苹果的问题吗？这是思想品德问题。怎么办？你惩罚我就完了。嘿，你看嘴硬是不是？啊？反了你了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我不敢打你是不是？家法不严，你还怎么给弟弟妹妹做榜样？好苦，那怎么不疼啊？凉半截儿，你傻不傻？干嘛替素小承担啊？我看咱爸真生气了。素小她那么小，她要挨打可怎么办啊？傻呀你！爸能打素小吗？顶多骂2句就完了。真笨！小妹，你说刚才大姐做的对吗？不知道。真笨。我知道你没睡，你吃一把。我不吃。就要1口吗？你不咬我就生气了。那好，你叫我一声，我就吃。你吃1口我就叫。啊。嘻嘻，大姐。睡下吧，快来。春儿啊，春儿，老大，这孩子，傻春儿，傻春儿啊，怎么了，爸？你妈要生了，赶快去把张妈叫来啊！动作快点儿！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哎呀，赖我全赖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别吵吵了，明天还考试呢。知道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。傻老大，我让他叫张妈，他就是不叫，这下晚了吧？
了。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上次张妈说了，说如果再接生的话，还得需要10斤粮票，您答应不答应啊？啊？爸，你快一点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同意了是吧？好好好。你折腾什么呢？小春把给弄醒了，他干什么去了？妈要生了，爸给她叫走了，找接生婆去了。你说妈怎么就认准接生婆了呢？放上医院不去，就怕花钱，让同学知道都得笑话。我觉得这回可能，妈又要生一个小妹妹。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你那小妹。哎，小妹，你干什么？我要找你。你可真会找时候。得，老大不在，老二当家。二姐，你先上啊。我不管，他那么大了不会自己撒呀。哎，得，大懒治小懒，小懒干瞪眼。小妹，乖啊，别哭。都是傻春惯的。烦死了！我那天考试。哎，你倒说话呀，还给不给加那10斤粮票了？当时啊，生小妹的时候就给30斤粮票，这都过去3、4年了，还给30斤，是不是太少点了？给谁谁也不愿意去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不去，这半夜3更了，还下着雨，我跟你出来。你啰里啰嗦的，烦不烦啊？嘿，怎么说话呢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一片你打听打听，除了我，谁还能接生啊？哎，我就不信了。行，我不用你了，你回去吧。不就是一剪子的事儿吗？我自己来。哎呦，这可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这大下雨天的，把我框在大门口了，再让我回去，想得倒美呀你！爱来不来？张家老大，等等，30就30，等等等等。这徐永荣啊，可真行哎，又在家里生孩子。这孩子生多了呀，就跟老母猪下崽一样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我说，你是不是给送点红糖过去？不送。平日里，那徐敏荣连跟我多说一句话都不肯，不就他男人官大，挣的钱多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巴结他。官大1级都压死人，何况他大我多少级呢？你可别忘了啊，咱大小子在他的附属厂上班，以后还得靠着他呢，该服软得服软。把你老姑带来那红枣给他送点去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可没钱给他买红糖，一个月就你那50多块钱，6、7口子人呢。女孩吧，听哭声还听不出来啊？这孩子嗓门可真大呀！妈，我说什么来的？是个妹妹吧？可乖了。妈，您快看看，可漂亮了，是个美人胚子。那我走了啊。你慢走啊。傻老大，送送啊。哦，哎，妈，来，您快看看啊，可漂亮了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妈生了什么呀？生了个小妹妹。爸，那个小妹妹长得可好看了。你骗爸爸呢吧？真的又是个小妹妹。爸，按咱家名字的排序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那现在刚生下来这个小妹和小妹的名字可都是一个处，那应该叫什么呀？叫素楚吧。爸，这样的话不就重名了吗？苦楚的楚，音近字不同。要不然您给我写一下吧。
这个清楚的楚就是苦楚的楚啊。哦，就是清楚的楚。啊，是这个字吗？对。您过去看看小妹妹吧。让爸爸醒醒啊，缓缓。赵厂长，这么早就去上班啊？真够辛苦的。厂长，走吧。老赵，是何大局长啊？要不要做我这软家伙？别臭显摆了，我的屁股没有你的大。那我就贿赂贿赂你。哎，小王，把东西都卸下来，看看。新杀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回我那几个闺女该高兴了啊！哎，我就是讨你闺女高兴来的，这可不是我送的，是我们家管事的没安好心啊！恭喜你又得一女啊！我说嘛，原来是你这个家伙给放的呀！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两个处子碰到一块儿，是不是该给一个啦？回去告诉嫂夫人啊，让她别惦记着了。啊，她老惦记着，我这心里直发毛啊！我就说了嘛，来了也是白跑一趟。可是我们那位啊，说死说活，他不相信啊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毛主席可批示了，真的呀，精心设计，精心施工，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。所有钢轨全部靠你们轧钢厂了。哎呀，这回看来我是双喜临门了。你少来啊！告诉你，你要不给的话，下次还怕你生闺女。行了行了，惹不起我躲得起。走了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车你也甭想坐了。傻春啊，哟，赵家老大，陈姨呀，您叫傻春就叫傻春，您改什么称呼啊？傻春啊，我呢有一个治你小妹尿炕的偏方。不用，谁说我家小妹尿炕了？别唬我了，不尿炕，见天的晒地图褥子。那是我们家故意的。我家小妹啊，就爱画这大地图。昨天晚上，她说她要画一个大船，带着我家呀刚出生的小妹妹去看大海。瞧你说的，谁家小孩不尿炕啊？傻春啊，哎呦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啊给你小妹治尿炕的偏方，你呢给我一小节大肠，你看怎么样？猪尾巴蘸白糖。哟，想占便宜，玩点新鲜的呀。傻老大，你在干嘛？来了。大姐，我要起床。啊，傻老大，哎，大姐，我要起床。小妹，等一会儿，大姐。怎么了？哎呦，小宝贝儿啊，不哭了，乖了。你不来，你不来。妈，是不是要喂奶了？不能惯他的毛病，看他是不是尿了。我看看，哎呦，小宝贝儿啊，不哭啊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不是尿了，是拉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小宝贝儿啊，是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啊，姐姐得换上啊。哎呦，傻大姐，怎么还不来？傻老大，把那俩猪头给我炖了，妈想吃了。哎呀，我知道妈，我现在正退猪毛呢。你不能先炖上后退猪毛啊！哎呦，你个傻老大，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啊？傻大姐，你再说一遍。
那谁让你不来给我穿衣服的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像你那些哥哥姐姐们叫我傻大姐的话，大姐呀就不喜欢你了，知道吗？那谁让你有了小丑妹妹就不管我了呢？不生气啊，不是大姐不管你了，是有了小妹妹以后，大姐当然要先去照顾小妹妹了。你比妹妹大，你就是姐姐了，姐姐就得有姐姐的样子，知道吗？那我还叫小妹呢。那是你以前叫小妹，爸爸呀，以为你是咱家最小的一个妹妹了，就给你取名叫小妹。谁知道妈妈呀又生了一个妹妹。傻老大，哎，傻老大，来了来了，好吃吗？真好吃。别跟你哥和四姐说啊，你要跟他们说了，我就不让你吃了。大姐，小丑妹妹又哭了。小楚啊，怎么又哭了？是不是又尿了呀？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！来来来，姐姐看看啊！哎呦，不哭了。妈，这不是尿了，又拉了，还都是奶瓣儿。你个傻老大，你可真有眼力见儿啊！你妈我在干嘛呢？这有什么呀？又不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自己家的孩子您还嫌弃？哎妈，不对呀，这月子里的孩子还在吃着母奶，怎么还拉奶瓣儿啊？没事儿，一会儿给他半片消化药。哎，不行，月子里的孩子不能吃药。这都怪你爸，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，小楚，苦楚的楚，这孩子命苦。胡说，我们命才不苦呢。再说了，你学那几个字儿还不是我爸教的？哎，我爸起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对的？哼，小楚小楚小楚多好听啊！傻老大，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，你敢说你妈胡说？哼，你想干嘛呀你？起立。爸爸辛苦了。坐吧坐吧，爸爸是挺辛苦的。爸，这是谁给的？你何叔叔？猪头不就是何叔叔给的吗？他还挺关心咱们家的。这是战友情，你不懂。来，吃吧吃吧，爸爸都饿了。爸，筷子。哎，挺丰盛的吧？炖柴鸡、猪大肠，还有西红柿炒鸡蛋。给你妈妈端进去了吧？我这就端。妈，吃饭了啊？吃什么呀？小米粥。什么菜呀？这不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，不是我不给你吃啊，是小楚不让你吃。回头你吃的那么油腻，出来的奶水全是油。我跟你说，小楚啊，喝了就消化不了，所以拉的都是奶瓣儿。你个傻老大，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呀你？哎呦，行行行，妈，我给你找。来，您别生气，您打我几下啊。哎，但是你还得吃这个。反了你了我！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可不能用劲儿，回头落下什么毛病，月子里你可不能怨我。哎呦，你个傻老大，你就这么对待你妈呀？妈，你干什么呀你们？你给评评这个理。你说我生孩子多辛苦啊，他就给我吃这个。你说我把他们养大了，就这么孝敬我呀？为什么呀？爸，小楚吃了我妈的奶就拉奶瓣儿，就是不消化，所以我琢磨着是我妈吃的太油腻了，我就想今天让我妈吃点这个。你怎么不跟你妈解释清楚啊？我怎么没跟我妈解释啊？解释个屁解释！天底下你去问问去，哪个孩子吃了妈的奶能生病啊？那我又不是汽车喝了汽油把毒气排出去啊！他就是诚心，他跟我作对。你们在外面大鱼大肉的吃，让我吃这个什么小米粥咸菜，你们好意思啊你们？那真是消化不良吗？那倒
小楚喝了我妈的奶，就是消化不良。有点意思啊，既不是化学原理，也不是机械工程，比科学还复杂啊！小楚拉的屎可味儿了，滚一边儿去！你说呢？不无道理。我哪懂啊？好，那就实验3天。如果3天之后还是这样，老大你可要负责任啊！我肯定负责任。吃饭，来，老二给我倒酒。吃饭。赵雨初，你不讲道理呀！就忍着点儿，我爸又拿回来好多好吃，3天的功夫吃不完。你给我滚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傻老大，你别在那儿美啊，你还敢乐？等我坐完月子，我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等着呢。妈，我再给您弄点粥，弄点咸菜去啊。我不吃，我绝食。春儿啊，哎，给我烧块炭呗。没问题，你先去烧，一会儿我再热粥。好，小妹，去叫他们吃早点去啊，快去。哎，大婶儿在这儿啊。嚯，买这么多火烧啊！可不是。哎，大婶儿啊，你拿回去给小的分分啊。别，哎，嘘，别让我妈听见了啊！先送回去。去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快去。哎，给我，我来。他爸，听说要来大运动了。差不多。来运动咱也不怕。虽然我出身是富农，但是你打根儿上就红啊，3反5反没事儿，四清也没能把你怎么样。40年你就参加革命了，而且还亲手杀死过日本鬼子和汉奸。你给八路军的兵工厂弄了多少枪支弹药啊？他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呀！那也难说呀。别愁了，睡觉吧啊！你先睡吧，我看点材料。哟，爸，您还没睡啊？让我瞧瞧。长得可漂亮了，特像她三姐。你怎么老抱着她呀？您可不知道，咱家小楚啊是个夜游神，我只要把她一放下，她就哭。白天啊睡得可好，这一到晚上就特精神，必须我抱着，而且啊还得摇晃着。这可不行啊！这个婴幼育娇啊，成人必晚。早点睡吧你啊！哎，爸，自从咱家小楚生下来，您还没抱过他呢。哎，这个我喝酒了啊，别让他醒了啊！早点睡吧。哎，小楚啊，都怨你太小了，爸爸都不敢抱你，你看看。机会错过了吧？哎，不过没事啊，爸爸以后肯定会抱我们家小楚的。傻老大，哟，妈，您这干嘛去啊？昨天居委会正式通知妈。担任居委会副主任了，真的，负责接待外地的红卫兵。这个什么粮本啊、粮票啊，还有钱呢，都在这里呢啊！妈没工夫管了，交给你了。妈，您这一当官，我不也当官了吗？您放心吧，家里就交给我了。妈，给3分钱。妈没钱了，跟你大姐要吧。大老大。妈回来的晚，给妈留饭啊！放心吧。恭喜啊！以后有什么好事想着点我们。没问题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不就当个居委会托主任吗？那这回你有了钱，能给我买好几块大白兔了吧？那是，大姐现在的权力可大了，以后家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用什么，都得是我说了算。那哥哥呢？哥更得听我的了。那二姐呢？那当然也得听我的。哎呀，二姐，妈现在可是居委会的副主任了，而且妈把这个家里的权利都交给我了，以后这个家可是我说了算，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。交给你。真的，二姐，妈把钱都给大姐了。行啊，小春儿，好事儿啊。我想买辆自行车，拿钱吧。自行车，我可没那么多的钱。那不就得了？小楚，一辆自行车得100多块钱呢，再说还要13张工业券。哎，二姐，二姐，我有工业券，二姐。走，走。大姐，啊，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上你爸书房，你干嘛呀？我，整理整理，整理整理啊，怎么鬼鬼祟祟的呢？妈，你怎么这么看我啊？就好像我做贼似的。有点像。把爸的东西拿回来。三姐，眼睛够贼的啊！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爸的东西你都敢偷？偷什么我？你可不能胡说啊！我胡说？爸那个鎏金的佛像，大姐，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凭什么呀？我的眼睛又不瞎。我拿它有用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把那个东西拿回来，要不然我跟你急。哼！别哭了，小楚。那么多钱哪来的？哎，等等，二姐，师傅，帮我把后车架子卸了。卸了就给你了，还不明白呀？我这就帮您卸。哎，二姐，再弄身人字泥穿穿，绝对震了。就你事儿，快点吧，一会儿爸就该回来了。马上就好。师傅，麻烦你快点，我们有急事儿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谢谢啊，让人慢走啊。哎，爸，你怎么不吃了？
你的饭。看来这个运动是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。你这靠边站就靠边站吧，怎么给这么点工资啊？看来我这个街道居委会副主任也得靠边站。一个街道主任，靠边就靠边吧。哎，我说，我那书房里啊，凡是属于四旧的东西，你可得帮我收好了呀。我往哪儿收啊？哎，你看着办吧，想收哪儿就收哪儿，我得去弄弄。爸，你没吃东西，要不然我给你煮点挂面吧。不用了。老大，啊，你过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儿，啊？我问你话呢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不是我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放在这儿那个大肚弥勒佛，你动了没有？我动它干嘛呀？沙老大啊，你今天从你爸爸的屋里鬼鬼祟祟的出去，肯定没干好事儿。你说吧，你送给谁了？我没拿，没拿啊？你敢说没拿？那他能长腿走了？你啰嗦什么呀？把他们几个都给我叫过来。不用叫，就是傻老大干的。我让你叫你就叫。老二，春眠不觉晓，宿处也得到。听你爸爸问话。谁拿我的弥勒佛了？啊？说！你别把孩子吓着。哎，他们也不用问了，就是傻老大干的这事儿。我没拿。你没拿，你再说一遍。你以为我冤枉你啊？这些年你背着妈给后院那刘姥姥送了多少钱啊？我让你买20斤面，你买18斤；我让你拿5毛钱肉，拿了4毛钱。1毛钱的菜，你敢买8分钱？那剩的钱哪儿去了？我再问问你，咱们家那废铜烂铁的都哪儿去了？都卖了吧？现在没得卖了。哦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敢卖你爸爸的这个宝贝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拿了？我没拿。春节前我去商店买本儿，我就看见刘姥姥花了11块钱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。哎呦，他爸爸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一个自己家吃饭都困难的老太太，能买新衣服吗？啊，不是傻老大给她天天送钱是谁呀？那是。你跪下！说，卖给谁了？你说！我告诉你，这次啊，我先饶过你，你把东西给我找回来没事儿。你要是拿不回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快谢谢你爸啊，把东西找回来啊！咱爸肯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，所以啊，在收拾那些破玩意儿的时候，发现那佛没了。你要是不把它卖了，那爸也得把它扔了，要不哪担得起责任呢？可是两半截会遭殃的。哎呀，见怪不怪了。哎，那咱妈不每天都拿着那鸡毛掸子比划2下？你看她怕吗？她根本就不在乎。你以为你卖的那个佛就是天大的事儿了？那你知道傻春卖了多少吗？要不他能给刘姥姥那么多钱啊？不过你也够绝的，妈说的那些就够让爸吃惊的了，你还在火上浇了一把油。给我过来！去，把爸的东西给我找回来去。现在晚了，找不回来了。你要是害怕，你就把我出卖就行。哎，我回来。哎，你说大姐是那种人吗？哦，就是出多大的事儿，大姐也不会出卖你呀。可我总觉得那是咱爸喜欢的东西，万一爸知道没了，那得多伤心啊！
给你说实话吧，啊，问过二姐了，二姐说那东西是死旧，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封建的东西，怕就是放在家里也保不住了，她自己还没反应过劲儿来呢。哎呀，真的，二姐说那东西没了，其实在酒吧呢。真的？爱信不信？四舅。小菊，你爸要发昏了，你赶紧告诉沙老大别回家了啊！快去！我才不去呢！你要急死妈呀！快去！啊，沙老大啊，你赶紧逃，赶紧逃出去！别回来，别回来！你爸疯了，你爸疯了！你让他进来，谁也不许拦着。你看着，赶紧走吧，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弥勒佛哪儿去了？沙老大，你就说出来就过去了啊！你要是知道了谁拿了，你告诉我也行。我问你话呢，我找不回来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什么？你跪下！跪就跪。我告诉你，老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弥勒佛哪儿去了？沙老大，你就说呗。我找不回来了。你还反了你了，你还顶嘴！你怎么打？你给我出去！你别打了！出去！沙老大，你这你就说出来就完了。老二啊！哎呀，要出人命了！你爸把你大娘往死了打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劝劝我！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还想干什么？爸，你别打了，爸！二姐，你可想想办法！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有什么事儿啊？就说清楚了，我就。哎呀，往死了打！怎么回事？赵大叔，哪有这么打孩子？哎呦，他刘姥姥啊，你快救救傻春吧！他爸把他往死了打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快跟我说说。就是因为他爸那破佛爷，哎呀，就别提了。给我滚出去！爸，你别打了！滚！你还不走你？今天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我就打死你！你说！赵玉初，你这不是在打我吗？您说什么呀，姥姥？我这管孩子呢，我。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这么打孩子？难道我儿子死了，剩一个孤老太太，全院的人就这么一个傻闺女孝顺我，你还对她这样啊？你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，姥姥？你的那个什么佛，还有什么宝贝，都是傻春卖了，孝敬我了。我是在说，我是不是该死了？傻春孝顺我一下，你就对他这样啊？可气了啊！你还是一个大厂长，还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你怎么能对孩子能这么下狠手啊？难道你那些破东西比你闺女的命还重要啊？姥姥，您别生气啊！我呀不是冲您啊，我真的不是冲您，我是指这个事儿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这孩子他没跟我说清楚啊，他。姥姥，我错了，行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要不您打我几下，行吧？你打我几下，好吧？那您要不打，我自己打我自己，好不好？我打我打。你替姥姥打爸爸。不行，爸，你打我！你打我啊！妈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打你自己，我求你了，妈。爸爸是
是怕你们学坏呀，爸。是啊，咱们家没有人犯过错。妈，你傻的小春啊！傻春。你说说你呀，打2下就得了呗，那怎么还往死了打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傻老大的拧脾气，他要是不想说的，你打死他，他也不说。唉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得很，心情不好，可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你忍1、2年不就过去了吗？说的轻巧，没那么简单。这场运动啊，说是要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。现在人家工宣队已经开始整我的黑材料了，说我解放前不清不白、不清不楚，你肯定会受到牵连。得，我就知道我这大官当不了几天了。姐疼吗？小心点啊！杨半截儿，不能怪我不去救你啊！我想进去救你，可爸也太狠了，像疯了一样，那一鞭子抽过来，差点让我破相。我跟你说，太悬了，那一鞭子要是打到我脸上，我这一辈子都出不了门了，真的。卖给谁了？彭老师，我不怪你，你不怪我，我自己怪我自己。你说，爸要是没发那么大的火，就我这性格，肯定得去给你堵枪眼啊，死了就死了。可是脸上要落一个大疤痍，生不如死，你说是吧？姐知道啊。小春儿，哎，王大婶儿，来，拿着，白药可管用了。啊，大婶儿，谢谢您。擦上啊。啊，哎，大婶儿，等等，来，拿着烫啊。哎呀，哟，这么多。哎呀，拿着。谢谢啊。哎。哟，姑嫂，怎么绕远到前院来了？是有人被打倒了，拿孩子撒气呢？可不是嘛！哎，傻春儿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别抽我了！你说我可没说你，我可没别的意思。我再说，我打你！干什么呀？爸，早饭好了，您吃早饭吧。不吃了。不，哎，爸，等一下，爸，那这是早饭，您趁热吃了吧啊。爸，您吃。妈，喝粥。你个傻老大，傻了吧唧的就欠揍。我觉得我们家呢需要革命了啊！这封建习俗太多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必须改变啊！以后爸爸回来了呢，就不用起立了，听见了没有啊？你们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谁说的？家里是家里，外边是外边，
家规是不能破的。就是，怎么就不能破啊？亏得您还是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呢，怎么领导居委会啊？哎，不破不立，您清楚吧？破四旧，您更清楚了吧？他二姐啊，你懂得可真多。睡了，妈，你说咋办呢？是啊，你爸让我把他那东西藏起来。可是傻老大，我不知道藏哪儿啊，藏哪儿啊？二姐、三姐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抄家，今天一上午就抄了4个反革命的家。抄家？哎，素菊，你是不是也去抄家去了？那是。哎，对了，门口那辆自行车谁的？哦，那是你二姐和三姐的。凭什么呀？我还没买呢，妈，我也要自行车。你干嘛去？哎，你躲开！哎，素菊。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。我想把您的这些宝贝和书全给藏起来。我跟你妈说过了，她说没有地儿啊。有地儿，我就藏在咱们家后院的那个菜窖里。我把这些书吧全部用塑料布给包起来，然后再用蜡给封上，就没不了了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不过你可得捆紧了啊！书这个东西是最怕吵了，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。哎呀，爸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啊，这书是您的命根子，我一定给它藏好了啊。小心点啊！知道，这也是您的宝贝。二姐，你看我这段写的怎么样？听着啊。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批判的深入阶段，4大的核心就是大批判。但是我们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，竟然说大鸣还算可以，大放就乱了，这纯属一派胡言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太空了？我觉得吧，你这个不仅太空了，而且你的这些词儿不是都是从报纸上来的吗？那人家看了上句，不就知道下句了吗？我觉得吧，你呀用一些新的词儿，等到你这个大字报一贴出去的话，肯定会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嗨，我哪有你那水平啊？哎，干什么去你？去爸的房里啊找《桃花扇》那本书，
我准备啊要把我们的语文老师批老批照，审他损这个踩那个的。哼，哎，我也去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小春啊，书呢？啊？我问你书呢？杨半截儿，该不是你给藏起来了吧？啊，去问妈，你们去问妈。你个死榆木疙瘩啊！藏起来就藏起来了呗，说话不就完了吗？嗨，跟他说没用，肯定是昨天你把妈吓着了，妈让他藏起来。问也白问，走，找妈去。接待红卫兵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！这次还是从上海来的，你去准备吧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你们俩来这干嘛来了？妈，您这官儿够大的呀！啊，这叫老太太踩电门，抖起来了，抖起来了。我有那么老吗？老太太在这儿呢。啊，不了。什么就踩电门了？你们俩嘻哈来干嘛来了？这是？妈，你这眼睛上怎么了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今天右眼老天。别说这个，去，赶紧说，你们来干嘛来了？啊？我们是来问我爸书房里就那堆。哎，妈，那个书房里的书不见了，我们俩要写大字报，要找点资料。哦，这个得问你爸。你们走了以后，你爸弄了个中吉谱，把那书啊，还有那一堆东西什么的都拉到厂里去了，说要给烧了、销毁。看什么看呀？你还不信呢？烧了就是烧了呗。哎，在这大干快上的时候，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啊！你没看我干革命工作呢？哟妈，您这工作够重要的啊，连上海您都管啊。行，那您管着啊。先走了。习主任，这是您那个大闺女和二闺女吧？真棒，尤其是您那个二闺女，长得可真够俊的。那是我们家老三。哦，三闺女啊？我们家闺女都随我。啊，是。先别说这个了。哎，你说说你们家安排多少？您看着安排吧。8个。你们家地儿大。这一大清早上的，你说这傻春上那菜窖干嘛去了？啊，这也不是冬天，我怎么寻思的呀？不觉得这事儿奇怪？赵家傻春啊，你可别惹他，他不是缺心眼儿，他是什么都不怕。你要真把他惹急了，他可把你们家给砸了。就那书有的年冬天，得，他们家2个红卫兵来了。赵家姐俩回来了。就没见他们家二闺女跟别人说过话。别说你们后院的了，正院6户人家一个都不理，傲着呢。有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妈，您说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我去看看去吧。哦。给我，把条纸给我。爸，傻春，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啊，我不认字儿啊！傻春啊，妈干嘛擦呢？我要打你看热闹，现在快点看热闹！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干嘛？我想跟你玩命！再敢看我爸热闹，我跟你们玩！我是好男，不跟你斗。滚！再敢看我爸热闹，我踹你们家玻璃！
我这回是完了，不但红大会的委员废了，就连红卫兵的资格也会被取消的，背上了黑五类狗崽子的骂名，什么远大抱负，什么政治前途，全都会成泡影的。那我的红小兵也完了吧，三姐？完了就完了呗。二姐，你想开点，不当就不当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当个逍遥派，我还不信他们谁能把我怎么了。你当然不怕了，你不是有一帮什么高干子弟戳着你吗？学校撤了我，不丢那个人。爸怎么样了？没说话。你们凑合吃点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哎，吃饭，吃饭。给筷子。她二姐，你过来吃点吧。她二姐，这不是咱爸的错。哎，你烦不烦啊？来，给你。来，上哪儿去吃？睡着了，上个这儿来。妈，都9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？上什么班啊？我得有自知之明，别等着人家轰我。你妈呀，领教这事儿多了，三反五反的时候，妈把你爸连累了。这四清四不清的，呵，跟着你姥姥吃瓜烙。这次可倒好哎，傻老大，我连那个陈留氏都惹不起了。他敢！妈，我告诉您啊，您别怕，咱们家有我呢。谁要是敢说咱们家不是，我就去啐他们家玻璃。傻乎乎。哎妈，那你就帮我看着点小楚呗，你也不上班了，我去买米去啊。小楚听话啊。哎啊！我听你说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？我怎么别扭了？到底谁是他妈呀？你好好看着啊。老板子，别藏了，都看见了，我出来，过来，出来，过来。我叫你听见没有？躲什么呀躲？我告诉你，狗崽子，以后在院里老实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滚吧。哎，你不怕傻叔看见吗？他还骂你善良，信不信呢？我信，连陈刚都怕，我能不怕他吗？傻叔，给我2毛钱。哎呀，我没钱，都让咱妈给收回去了。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那就好办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墙上李三踢我一脚，还骂我是狗崽子呢。真的？就在我刚进院的时候。去，把你的弹弓拿来。今天晚上啊，我非把他们家玻璃碎了不可。大狠点，等着瞧。谁呀？啊？这谁呀？啊？半夜3更的，这用弹弓子打的，这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？谁干的呀？这是？啊？谁呀？哟，傻春啊！李叔，你干嘛砸我们家玻璃呢？啊？我们家没惹你啊！您别问我呀，问问你们家老三。三，站住！你怎么惹他了？我就开玩笑似的踢了苏杰一脚，还骂我们狗崽子！我让你！哎呦我，
你小子吃饱了撑的，没事给家里惹事儿是不是？你下次还敢不敢了你？我不敢了吧？是。你没事，你惹他干什么？哎呦！起立！哎，你们都起立呀！起立！说起孔老师这一套了啊，这是四舅，你瞧人家把咱们家的命也给革了吗？你吃饭吧啊！爸爸现在不值得让人家尊重了。合着这起立也是四舅啊？她二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赵素棉，我要跟你谈谈。走啊！谈什么？谈政治还是谈思想？我奉陪。你能不能对咱爸好点儿？咱爸在外面已经受苦受累了，回来还要看你的脸色，我这心里不舒服。不舒服的事情多着呢。爸爸成了叛徒，我们成了狗崽子，舒服吗？全国上下都在斗私批修，而我们家呢却在克己复礼，舒服吗？爸不舒服，妈不舒服，你不舒服，我们心里就能舒服啦。那也是咱爸爸，哎，总不能让咱爸来给你赔礼道歉吧？当女儿的就得寻思，这父母啊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妈寻思什么你知道？爸寻思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寻思什么你知道吗？高考已经停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下一步该去哪儿你知道吗？恐怕你就知道吃喝拉撒睡吧。爸爸他是关心他的政治前途，我们也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爸爸，别人家的孩子进工厂当兵都走进社会了，而我们呢，我们要去边疆去插队，去受更大的罪，明白了吗？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忙着呢。哎，我目前情况不太好，已被打成叛徒。今去信有一事相求，我女赵素棉学习成绩乃全校第一，但因我而遭唾弃，现求你想办法安排到民航局工作，先表谢意。春儿啊，你来一下。爸，您叫我啊？明天早晨你去邮局买张邮票，把这封信给发了。哦，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发。爸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啊，我再待会儿。哎。哎呀，这个月的伙食费我给你了，这怎么剩这么点儿了？花冒了，花冒了就完了。你爸这个月工资少一半都拿不回来，那就1/3。1/3，我不管3分之几，现在还有半个月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啊？傻老大，我问你呢。傻老大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刚才？嘿，你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？2个月不打，你身上痒痒了是不是？素巧，把我那个鸡毛掸子给我拿来。我不去。那小妹你去。我才不去呢！你干嘛打大脸？
哎呦喂，我这2月上班，傻老大还真当家做主了，我倒想篡班夺权的了。素觉，哎，妈，是不是要这个？去，太对了，你听着，你给我听着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以去陈根啊，用这粮票换点钱，1两粮票能换2分钱呢。你看，咱们家姑娘多，粗粮粮票还没用呢。那你要是被抓了，不得判一个偷鸡倒把罪啊？我去，能被抓吗？不行，这事儿妈还是得掂量掂量。那不会先少换点啊？哎，这倒对哈，少换点儿。教唆犯，教唆犯？什么叫教唆犯呢？你天天在这看书，这里有大米啊！教唆犯，哼！合着我成了白吃饱的了。整天就知道看书，什么事儿也不管，可不成了白吃饱吗？再说一遍。哎，苏巧啊，你帮我看一下小楚和小妹啊。